動，保持好奇心、可靠性、同理心啦、領導力啦、質量控制同埋科技嘅素養嘅。咁呢啲我哋叫佢做，即係我哋稱之佢做一個叫做未來技能嘅。哇，都係唔容易啦！如果樣樣都兼顧得到，我想問下你，其實呢個就係呢個嘅世界經濟論壇嗰個嘅即係結果報告啦。我想問下你哋嘅調查係咪亦都反映翻香港青年同埋父母佢哋對呢方面嘅睇法咧？冇錯冇錯，其實我哋就係咧喺香港啦，針對呢10大未來技能咧，我哋進行再多一次嘅研究調查。咁我哋喺上年年中嘅時間咧，就用網上問卷嘅形式啦，就訪問咗超過700個9至24歲嘅青年人同埋佢哋嘅父母嘅。咁我想問下啦，個結果方面有冇顯示咗有差異先？其實咧世界經濟論壇個結果啦，同埋香港嗰個結果咧，其實都係好一致嘅。咁我哋而家都可以再探討多啲。咁我想問下啦，其實你哋嘅調查亦都有訪問青年人咧，即係訪問家長。我想問下呢度有冇一啲嘅唔同嘅睇法咧？其實呢個好得意啊！我哋個調查結果發現咧，其實年青人同埋父母咧，響呢10大技能嘅嗰個睇法咧，其實都非常之相似嘅喎。咁點解咧？因為一般嚟講，大家都以為父母嘅期望或者係有啲年青人咧，佢哋覺得重點都有唔同啦。咁點解你哋會得到個結果係好相似啊？咁我諗應該係因為即係呢10個技能響世界嚟講好重要，原來拎翻嚟香港，大家父母同埋青年人都覺得同樣地重要咯。